何賢新市大馬路近鴨涌河公園嘅天橋附近發生嚴重交通意外，現場消息指一個旅遊巴懷疑逆駛撞向一架迎面駛嚟嘅電單車，女電單車司機死亡，男旅遊巴司機重傷。被壓喺車底嘅35歲姓盧嘅女電單車司機，消防員喺同佢進行急救嘅時候已經發覺冇生命跡象，救出時證實死亡。而50幾歲姓張嘅旅遊巴司機就重傷，送院救治。傷者以及死者都係澳門居民。肇事嘅旅遊巴鏟咗上花圃，撞向天橋底嘅電梯機房，可以見到整個電梯機房幾乎完全被撞毀，磚塊散滿一地。一部電單車亦被捲入車底，而旅遊巴嘅車頭就嚴重損毀。有目擊者話，當時見到旅遊巴逆駛撞向天橋底，而被撞到嘅女傷者就壓咗喺車下邊。跟住有人埋上去幫手搬磚，我都係瞓佢將磚頭搬開完啫嘛。見到即係嗰個玻璃吸住嗰個車頭玻璃碎咗，吸住嗰個司機，跟住睇到個頭。女傷者咧？女傷者睇唔到，因為喺嗰個車底度。有目擊者話，當時亦有另一架電單車跟住喺出事電單車嘅後邊，車上嘅兩人及時停低跳車，冇被撞到。佢壓死過嚟啊！嗰部車另外有部跳落啊！跳嗰兩姑婆跳落，嗰部半秒之差，唔死得咁啊！見到車底嗰度睇唔到啦。由於旅遊巴鏟咗上花圃，撞毀咗天橋嘅電梯機房，停咗喺天橋底，令救援工作存在困難。消防表示由於當時女傷者就壓喺旅遊巴嘅車底，而旅遊巴亦都喺天橋下邊，唔能夠用吊車將旅遊巴吊起救出傷者。其實車底嗰個傷者咧，已經係冇生命跡象㗎啦。我哋亦都曾經嘗試想將嗰架車嘅車尾部分吊高，咁但係礙於現場環境，大家都見到啦，上邊個天橋嘅底部啱正就係頂住我哋嗰個吊臂嘅工作，咁所以現場咧係存在着非常嘅困難。事後，肇事嘅旅遊巴被拖走，而捲入咗車底嘅電單車已經變成廢鐵。現場係何賢新市大馬路近鴨涌河公園嘅天橋，事發喺朝早約8點05分。現場消息指，懷疑旅遊巴經關閘隧道之後逆駛，導致意外。暫時未知肇事嘅旅遊巴司機有冇涉及醉酒駕駛，而意外嘅真正原因仍然有待調查。